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0篇，列王记下卷24章18节到25章21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离开恶。诗篇第一篇教导我们要离开恶，亲近善，就是上帝。因为亲近恶就是等于自找死路，无法得到救恩。我们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列王的这个历史来看，偏恶、亲近恶的国王真的是一大堆，使得以色列人的2个国家渐渐的趋近死亡、灭亡。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下卷24章18节到25章的21节，记载了犹大国最后的一任国王西底家以及犹大国的结局。西底家21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他的母亲名叫做哈木他，是利拿城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王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情，他像约雅斤所做的一样。上主对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人民发怒，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驱逐出去。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此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西底家在位第9年的10月10日，他们在城外扎营，绕着城墙筑垒攻击，一直围困到西底家在位的第11年。那年的4月9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墙被攻破。虽然巴比伦军队还包围着城，王和全部守军都在当夜逃走。他们从靠近王宫花园那条路逃，穿过2道城墙中间的门，朝约旦谷方向逃去。但是巴比伦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追上了他，他的军队都离开了他，逃散了。他们俘虏了他，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那时尼布甲尼撒在利比拉，他就在那里审判西底家。当着西底家的眼前，他们杀了他所有的儿子，然后把他的2只眼睛挖出来，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19年5月7号，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耶路撒冷城里所有的达官贵人的房屋。他的军队拆毁了城墙，然后尼布撒拉旦把留在城里的人，那些剩下的济公和投降巴比伦王的，都掳到巴比伦去。但他把一些最穷苦的人留在犹大，叫他们在葡萄园和田里工作。巴比伦人打碎了圣殿里的铜柱、铜座和铜海，把所有的铜运到巴比伦。他们也把清洁祭坛用的铲子、灰壶、竹花剪刀、
盛祭牲的血用的大碗和礼拜用的各种铜器都带走了。所罗门王建筑圣殿时铸造的铜器有2根铜柱、铜座、铜海，这些铜器重量无法可称。2根铜柱是一模一样的，每根高8公尺，有1公尺3公寸高的铜顶，周围装饰着铜制的网子和铜石榴。尼布撒拉旦护卫长也掳走了祭司长西莱亚和副祭司长西番亚和圣殿的3个重要官员。他又在城里逮捕了1个指挥官，5个留在城里的王室顾问，1个专管军队文件的副指挥官和60个地方的重要人物。尼布撒拉旦把他们押解到巴比伦王的面前。那时王在哈马境内的利比拉，就在当地他命令人拷打他们，把他们处死。这样犹大的被掳离开了本土。虽然上帝一再的差遣仆人先知来启示、提醒、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要回转，要悔改，但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却仍然在王的带领之下离开了上帝的道路，不愿意抓住再度蒙恩的机会。保罗对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劝勉非常清楚，他特别对哥林多教会提醒警告，不要与恶交往。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34节，保罗说：然而事实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因为死亡是从一个人来的，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个人来的。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的连结，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不过每一个人要按照适当的次序复活，最先是基督，其次是他再来的时候属于他的人，然后末期才到，那时候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的执政者、掌权者和有能者，把王权交还给父上帝，因为基督必须统治，直到上帝打败一切仇敌，使他们都屈服在他的脚下。他所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很明显的，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包括上帝本身，因为他就是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到了万物都屈服于基督的时候，儿子本身也要屈服在那一位使万物顺服他的上帝，好让上帝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要不是这样，那些带死人受洗礼的又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要是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那他们为什么还带死人受洗呢？我们又何必时时刻刻的冒险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天天面对着死，我敢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以你们为荣，如果我在以弗所跟那些野兽格斗，纯粹是出于人的动机，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那么就像俗语所说的，
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不要受愚弄了，损友会败坏品德。要醒悟，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话是要你们觉得羞愧，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是的，要醒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犯罪，这样才能够领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诗篇120篇，我在患难当中求告上主，他就答应我。上主，求你救我脱离虚伪诡诈的人。虚伪的人啊，上帝要怎样待你们呢？他要怎样惩罚你们呢？他要用战士锐利的剑，用灼热的炭火来惩罚你。聚集在米色的当中，我们多惨啊！投宿在基达人当中，我们多么不幸啊！我跟厌恶和平的人相处太久了，我爱好和平，我讲和平，他们却要战争。求主的圣灵警醒我们，使我们离开罪恶的道路，能够走在上帝光明的道路，领受上帝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